请做遐姊妹，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，从天上福音传予咱知。你我是上帝的天使，请王母归家来，生命交予上帝来存在，让你的人生会充满光彩。哦，阿门，让你的传播耶稣的爱。哦。 到永远的所在。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，从天的福音传予咱知。你我是上帝的。